大雪封山，所有人都急忙赶回家收衣服。可在这个时候，落后的阿莎雪地摩托竟失灵了。她急切地大声呼救，但在严峻的气候面前，肉嗓的呼救显然是起不到效果。毫无疑问，阿莎最后被困死在了雪山之中。不过诡异的是，消失1年之久的阿莎又突然出现，并且全身都裹满了火山灰。妹妹葛丽看到她简直不敢相信，难道这是新款的养生死帕吗？于是第一时间将姐姐送往医院。经检查，她身体的各项指标一切正常，同样她也失去了记忆，只保持雪崩发生前的记忆在脑中。父亲索尔见到亲人也顾不上疑惑，上前就将大女儿抱在怀里。反倒是阿莎露出了诧异的目光，而唯独葛丽保持着薄弱的理智。她对姐姐的归来提出了质疑的态度。归来的阿莎和之前有着明显的不同，她会一个人前往自己的墓地发呆，甚至还会和带有白毛的乌鸦对话。时间一长，葛丽也发现了姐姐的不寻常，她会带着妹妹砸开废旧仓库的门锁，只为偷取一件合适的泳衣。以前的姐姐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放肆的事。此时的葛丽更想知道这1年来姐姐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拿上泳衣，两人来到火山附近的温泉洗澡。中途阿莎潜入水中，妹妹也跟着一同潜入。可就在他们下潜的一瞬间，水面浮现出几具尸体，而葛丽在水下没有看到姐姐，却隐约看到一个求救的人影。惊慌中，她立刻浮出水面，尸体也迅速消失不见。可姐姐也在这时消失了。原来刚才姐姐是在跟她开玩笑，那浮现的尸体又该怎么解释呢？而另一边，中年的贡西也来到了小镇医院，看着和自己20年前一模一样的女人，她愣住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惊得亚麻呆住，因为20年前明明是自己怀了索尔的孩子，并且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，刚好20岁了。两人都知道他们就是同一个人，但彼此却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。可诡异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火山勘探专家突然听见自己的床上有动静，慢慢拽下被子，惊恐的一幕再次发生。Hi, Bobby。车祸死去多年的儿子也复活了，可这次就有些离谱。前2个复活的人好歹都去过火山，专家的儿子可从未来过小镇呢。